Hello， 大家好啊！今集咧就講一講琴日嗰單熊本地震嘅事情嘅。話說咧7月28號，咁就下午咧當地4點27分咧，熊本縣就發生咗一場咧係7.1級嘅地震嘅。震央喺熊本嘅地方深度大概10公里，屬於一極淺層嘅地震嚟嘅。但係咧最大嘅震度咧就達到7級。災情咧相當之嚴重嘅，有好多建築物咧就倒塌啊！連大家熟悉嘅 Eon Mall 咧都出現咗嚴重損毀嘅消息，而且有相信係有10幾人離世嘅，暫時而家得到呢個情報啊！呢突如其來嘅天災震驚咗全日本，甚至係全世界嘅。但係大家喺忙住救災同埋祈福嘅時候，日本網上邊同埋個 FedEx 啊，佢哋咧就突然之間瘋傳一條短片喎，可能琴日大家都會睇到噶啦，引發咗呢個極大嘅討論嘅。原來咧喺地震發生嘅1個月之前咧，有一位喺日本非常出名嘅靈能者，佢喺 YouTube 有佢自己嘅頻道嘅，而且咧佢係喺 Moo 係啦，呢個就最新呢一期咧8月號啊，都有佢嘅專欄嘅。佢就話咧叫大家小心7月28號呢一日，尤其是地震咁樣喎。所以大家都覺得，係咪咁巧合啊？定係有人真係可以預測未來？我哋今集就同大家嚟拆解呢一個熊本大地震預言之謎啊！好啦，呢個時候梗係要同大家介紹一下Love Me Do 呢一位人物啦。佢冇公開佢本來嗰個姓名嘅，一般 fans 咧就通常叫佢做 Love 殘嘅。Love 殘咧，我有一個朋友本身咧就對玄學咧都有啲研究啦，所以咧佢係會睇 Love 殘嘅節目嘅。我聽個朋友講咧，Love 殘嘅背景其實都幾特別嘅喎。佢以前咧就係踢波嘅，而且仲有咧5人足球教練嘅資格，但係後嚟咧就轉行去咗做搞笑藝人喎，去咗搞笑嗰做啊。跟住咧就仲行過呢個叫做男大姐啊嘅路線啊，即係做男人有少少扮女人咁嗰個啦嚇，甚至乎咧被稱為咧新宿二丁目之母啊！如果大家咧有去過嗰啲新宿歌舞伎町嗰啲咧，會真係見到一啲咧男扮女裝嘅一啲人士喺個酒吧嗰度咧，就去為大家服務咁樣嘅嚇。好啦，佢最犀利嘅地方咧，梗係佢嗰個占卜算命嗰個能力啦。佢唔係靠一種方法嘅，佢係融合咗呢個占星術啦、風水、姓名判斷、四柱推命、手相、面相多種嘅流派自成一家嘅。即係話咧，好似我哋香港嗰啲玄學家咁樣啊，好多飯都掂嘅喎。好，近年嚟咧，佢喺 YouTube 嗰度同埋會經常咧發表一啲咧佢嗰啲偉論喎。當呢啲偉論嘅入邊咧，會都包含幾多呢啲有關預言嘅一啲估計啦嚇。好啦，而且咧佢嘅命中率都幾高嘅喎，所以咧喺日本網上邊咧就非常之紅嘅。佢嘅風格通常都係咧指出特定嘅日子，警告大家咧呢幾日咧會有啲大事發生嘅喎嚇。好啦，大家可以睇一睇啊，佢嗰個外貌同埋嗰啲命中嘅新聞或者剪報咁樣啦。好啦，今次呢個熊本大地震咧，正就係佢最新嘅神預言嘅一個助證啦。好啦，時間咧翻去2026年6月30日，係啦，佢就喺佢嗰個 YouTube 頻道度，其實咧佢又唔止一個頻道嘅，佢又去好多嗰啲好出名嗰啲 YouTuber 嗰度咧，就客串做嘉賓，都有講類似一啲咁嘅題目嘅。嗰個題目就叫做2026年7月嘅預言嘅。喺嗰條片入邊咧，佢係分析咗7月份咧要注意嘅項目，但係講到7月尾嘅時候咧，佢係特別強調7月27、28、29、30呢幾日咧要特別注意地震、火山爆發或者大雨呢啲咁嘅自然災害嘅。大家聽清楚咯，係7月28日嚇。好啦，唔單止影片，佢仲喺 Fed 上邊咧親自出 post 嘅。佢就提醒大家呢幾日咧係地震、噴火、大雨嘅注意日。結果咧1個月後咧，7月28號真係熊本咧發生咗咧呢個7.1級嘅大地震啦。
咁啊呢個預言一出咧，日本網民啊即刻好似炸開咗個鑊咁啦，好多人留言，哇，好得人驚啊，好準啊，真係俾佢貼中咗啊！以後佢講嘢我一定信啊，原來咁堅啊咁樣。咁可以喺日子上面嚟睇咧，咁啊粒布層咧確實係咧所謂啊完全命中咗呢個咧地震發生嘅日子嘅。咁啊呢種精確度咧真係令人咧不得不佩服嘅。好啦，不過大家知道啦。身為一個客觀嘅頻道因為我成日受到台長嘅教誨一定咧係要提出所有側邊同埋咧正面嘅證據咧先至好咧去叫做開始相信呢啲咁樣嘅理據。咁所以咧我哋查清楚，再話俾大家聽。咁我哋咧就睇得到可以咧佢今次呢個日子確實係準嘅，但係係唔係純粹憑一個日子就盲目去相信？所以我哋要冷靜啲去分析下今次嘅所謂嘅預言嘅背後係啦，究竟係隱藏咗，又或者包含咗啲乜嘢，我哋先至要去話佢準定唔準，好冇？好啦，咁到底佢嘅所謂準確預言係淨係日子相近定係點樣嘅呢？嗱，我哋詳細睇翻佢6月30日嗰條片，其實呢，佢係話7月份成個7月份呢係有好多日都好危險嘅，即係危險期啊，係啦，咁呢係啦，咁佢一個咁樣圈住嘅。好，咁佢呢點樣解釋嘅？喺佢嘅節目裏邊呢，咁佢又話7月2號、3號、4號要注意地震，5號要注意地震，7號、8號、9號要注意地震，11、13號要注意地震，15、16梗係要到19、21又要。咁最後咧就到27至到30，咁即係點啊？1、2、3、4、5、6、7、8、9、10、11、12、13、14、15，即係話咧7月有31日，有15日咧佢都話有地震嘅。咁啊，大家有冇發現個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幾乎咧7月有31日，咁佢講咗15日，即係接近一半啦都標記住咧要注意地震。咁但係大家都可能都好清楚啦就算大家未喺日本長住過都好基本上日日都有好輕微嘅震盪嘅。咁啊，你話如果啲小震嗰啲咧，基本上可能一個禮拜可能都會有1、2次嘅。咁啊，當然你大嗰啲就梗係唔好成日有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地震喺日本嚟講就唔係啲咩新奇事嚟嘅。好，而且仲有最重要嘅亮點，佢係冇明顯講中到嘅。第一就係個地點，佢從來冇講過日本邊一度，又或者邊一個方向，因為佢係純粹講係小心地震，佢係冇講過任何咩熊本九州咁呢啲咁樣嘅地方名嘅，純粹佢係呢個警告係一個全國性甚至乎咧包埋海外嘅即係咪好似好熟口面咁樣一講出地震，北韓地震啦，咁又係我中啦就算係地中海地震咁都又係我中，咁所以咧呢度有少少出奇位嘅。好，第二嗰個規模，咁佢係冇喺節目度講過咧，喂，話你小心地震啫，咩地震先，點樣地震先，咁佢係冇講嘅。咁所以咧呢啲咧喺心理學上面嚟講咧就叫做乜嘢咧？確證偏誤confirmation bias。咁意思就即係話咧，當你遇到一個巧合，我哋就會強烈記住佢撞過一次，係啦。咁即係話我喺跑馬之前嗰日同你講，聽日長跑馬，聽日嗰12場賽事。可能你要小心3號同埋5號，咁好啦。咁12場馬裏邊好少一場3號、5號都冇噶嘛。咁如果中咗，係咪我好犀利啊？即係同一個意思咁樣咯。好啦，而大家忽略咗咧，係咧佢係冇解釋翻其他嗰10幾日係冇發生到地震。大型嘅地震或者係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佢講咗15個日子，但係中咧係得一次，咁即係話咧得1/15，咁嗰個機率大概可能都係得6.666% 嘅啫好，咁所以客觀咁樣講咧，粒布層確實係講中咗7月28號呢個日子，呢個巧合係好得人驚嘅。但係如果缺乏咗地點同埋規模或者啲具體嘅描述咧，咁我哋好難相信呢個係一個完美嘅精確預言，更傾向一種咧叫做撒網式嘅警告啱啱好咧就俾佢中翻一次咁樣嘅啫。咁即係話好似舊年7月5號話會有事啦，咁結果冇事係咪？啲人又話可能
個年份錯咗啫，唔係2025、2026，好啦，2026個7月5號又冇事喎，咁可能2027啦，2027冇之後2028啦咁樣嚇，咁可以一直咁樣講落去，講到有為止嘅。好啦，咁其實咧，點解我要做呢一集節目咧？其實我唔係想做一集節目咧去否定呢位粒布層嘅，相反咧，我覺得佢嘅存在咧係有佢嗰個價值嘅。粒布層佢自己經常強調一個觀念，係啦，就係占卜唔係為咗製造恐懼，而係為咗提醒大家做好準備。嗱，呢個同好多日本嗰啲講神秘學嘅一啲主持咧係好相似嘅。無論嗰個預言係準定唔準，日本始終都係一個地震頻發嘅國家嚟嘅，天災隨時會出現。與其日日去擔心估計幾時會有地震呢，不如要將啲預言當成一個呢防災演習咁樣提醒咁就得㗎啦。好啦，咁我聽到有人話某幾日好危險咁樣，咁我哋係咪順便應該檢查下屋企嗰個逃生包裏邊嘅一啲物件有冇過期啦？手提電筒有冇電啦？又或者有冇一啲類似可以我哋充電嘅嘢啦？咁同屋企人夾定，如果走失咗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去喺邊度集合？點樣揾翻大家？與其你去害怕，不如做啲實際嘅行動，好比盲目咧去相信啲預言咧更加為重要嘅。好啦，咁今次咧熊本大地震咧造成咗一個好大嘅傷害啦。咁我哋係希望真心為呢啲受災嘅地方咧可以祈禱啦，希望咧佢哋可以咧早日咧重建佢哋嘅家園啦，可以同佢哋嘅家人再好開心咁可以又喺埋一齊啦。因為到目前為止好似聽講都死咗10幾個人，有幾十個人受咗傷嘅。咁大家又點樣睇今次粒布層嘅呢個預言呢？如果你覺得佢係真係有呢個預知能力，有超能力，定係話佢今次係俾佢傻瓜偶中俾佢搏中咗一次嘅啫。咁歡迎大家咧喺下邊留言嗰度咧講翻你嘅睇法，話俾我哋知。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呢個節目，記得 CLS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多謝晒大家，下次再見，拜拜。